继续来看这个嘉义的地区，这2天拢落这个间接性的雷阵雨，到摄影家离这个尾暗仔落过雷雨了后，用缩时摄影来记录到嘉义南潭的美景，也阁有人伫咧番路乡的半天岩来翕到嘉义市的夜景，实在是有够水。天顶云彩迷思微波，波动之间不停泛黄。边仔日头伫这款的雾色中慢慢啊沉落去，摄影家陈永康用缩时摄影记录雷雨过后的蓝潭夕阳。连续2天伫同一个所在，云彩舞出无共款的风貌，也毋过共款互人赞叹。还有另外一位摄影专家刘朴文，嘛用镜头表现出嘉义的水。落过西北雨了后，这个灯火更较鲜艳，五花杂色，看起来真水。蓝潭夜景嘛收录伫镜头内面，湖面有出现光的倒酒影。这2天嘉义地区拢出现西北雨，摄影家刘朴文伫暗时8点外，伫嘉义县番路乡半天岩后壁亮灯啊，翕到这款嘉义市夜景，有真个网友拢讲真正是有够水。